在閱讀中發現自己，在對話中實現成長。因為我覺得睇一本書咧，佢唔係一個孤獨症，唔係一個自閉嘅行為，其實佢係唔停咁同人哋對話嘅一個過程。咁我同緊一個文本對話啦，同緊一個作者對話啦，我同緊未來嘅好多嘅我將要去讀書會分享嘅人去對話緊嘅。咁所以咧，呢個都係一個讀書係一個最好嘅自娛、自樂、自洽、自足嘅一個方法。我愛上呢個城市嘅方法或者係一個路徑咧，就係通過行書店同埋買書。咁所以咧，我自己覺得咧，香港文學係我愛上城市嘅一個方法。我都好希望任何一個願意以香港為家嘅讀者咧，從文學開始，從閱讀開始去愛上呢個城市。我都教咗好多年嘅香港文學啦，咁用英文啦、普通話同埋粵語都教過嘅，好得意嘅。咁我就會特別咧，即係我呢本雜誌就我都長期有寫啦，但係我就想借住呢本雜誌去推介一下，其實香港文學有好多好嘅嘢嘅。咁呢一期入邊我哋有講到也斯啊、梁秉鈞啊，即係也斯即係梁秉鈞，跟住有西西啦，咁我好中意嘅仲有董啟章啦，或者仲有陳冠中啊，咁好多作家都值得去關注嘅。歐梵教授喺佢84歲嗰一年，香港中文大學同佢出版嘅一本自傳嘅書叫做《我的20世紀》，佢就話呢本書嘅基調叫做遊學。即係遊覽嘅遊，學習嘅學。咁咧，我就同佢特別有討論翻，我話點樣翻譯好咧？咁然後後面我哋都係用翻一個法文詞叫做 voyage d'étude，就係話一邊去旅行一邊去學習。咁我覺得閱讀都係一種遊學嘅過程啦。尤其係第11章講到李老師嘅感情嘅經歷，咁喺歐洲遊學嗰時有好多嘅感情嘅經歷咧，都好值得大家睇嘅。就要買個關子，大家去揾本書嚟睇下咁樣。推薦翻自己翻譯嘅一本書，因為佢嗰個封面嗰度有一句標籤，我都好想大家可以聽到呢句説話，就叫做用文化定義我們的過去，用過去再次啟迪我們的未來。佢講俾我聽點解閱讀咁重要啦，點解文字係可以連結所有嘅人類啦，使得我哋成為一個人而唔係一個動物。咁所以呢個文字同埋文化故事咧，我就覺得好值得推薦。